若继续要来讲这个较紧是轻症，伫家己的厝内咧隔离的这个居家照护的计划，伫新北市才拄啊开始来实施，就较紧者违规逃走出门。这是三峡一个18岁少年家，14号就知影家己确诊，佮铺文章去伫网络，恭喜家己得奖。啊，过2天到16号的深夜，伊是刁工甲手机啊放伫咧厝内，逃走出去甲朋友拍球买物件，而且佮惊人唔知哦，伫这个网络顶是连发着滚啊片的限时的动态。这个新北市卫生局甲警方到伊的厝内来查访，确认伊违规，已经强制甲送到集中的检疫所，而且重罚着150万。伫那球场拍球，去替查某朋友买表啊，搁去 ATM， 甚至坐伫车内和朋友录影翕相。这位查甫人笑甲真欢喜，不过这画面看伫别人的眼内真恐怖，因为明明都较紧，搁四界拍走。伫爱举报较紧的通知书，搁家己口说家己写恭喜得奖。新北市三峡这位18岁查甫人13号体检过工，确定买着病毒，不过伊煞伫16号半暝，甲手机放伫厝内闪撇电子围篱，偷偷出门至少1点钟，搁用朋友的手机直直发限时动态。互人检举了后，警方和卫生局的人员伫17号透早去厝内查访，伊一开始搁想要好人，不过拢有证据封送集中检疫所，搁爱接罚单。私自外出，而且还公然抛网，严重挑战公权力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考量种种情况之下，要重罚他150万元。不过这摆若毋是有人通报，这位查甫人恐惊就会当过关。一般来讲，居家隔离者需要提供手机的号码，互卫生局甲资料拍入去电子围篱系统，只要离开定位的范围，警方就会收到通知，佮通报互卫生局的人员。不过若是有人挑工甲手机留伫厝内，就真歹抓到人。我们用电子围篱的目的，就是让民众能够自律遵守。那如果民众没有办法自律遵守，当然相关的罚则就是一定要祭出，而且要让民众有感应到。警方表示，疫情期间嘛会加强巡逻，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发生。不过疫情当前，要是要靠民众来配合，啊无替别人健康讲算笑，恐惊嘛会互家己开真侪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